后来疫情解封，即摆到屏东垦丁去耍水佚佗的人是有够多。这2天有人伫个网络论坛来留言，讲伫个垦丁大街买3岁这个航帆卖，竟然是开900块。有袂少的网友话讲安尼伤贵伤含咯，但是有影也无咧。咱的记者实地到垦丁大街去了解。航帆卖头家讲，目前一两平均是18块，一岁的航帆卖上介济袂超过150块，这300块一岁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头家讲，像这款无实在的流言，恐惊佫大来拍歹到这个垦丁的名声咯。人多，35支100给你们。来说垦丁大街，就是爱照到开，因为好食点心多，其中上侪人上爱食航帆卖。我种类番麦烘甲实在是有够香，甩了个3白馍，Q 的口感，互大家一喙刷一喙吃。也毋过即摆我连假，都有人伫咧 BBS 网络论坛闹话，就讲买3支烘番麦就开900块，互真侪网友拢感觉有够贵的。毋过冇人去要求，实际来到垦丁大街了解，卖番麦业者讲根本无可能。大家智商拢安尼悬啊，哪有可能啊？你听到3支番麦900。迄中小的哦，无可能啊！一支较 Q 的，来一支，一支就120。业者讲，人客经过番麦会先称重量，再甲你讲介绍。即摆垦丁大街，单卖平均拢是1两18块，一支航番麦上贵袂超过150块，唔知一支300块是倒一卖。他没有拍价位，他也没有抛摊子，要不然你就直接录说啊，老板一支多少钱？如果老板当面跟你说300，那是很正气的。不可能贵到这么离谱的价位。来打马龙讲喊过，若是无实在老话，真正做唔通，含游客嘛感觉真无应该。如果有事实，他就要指明哪一摊。现在政府也是会介入啊。OK。他不可以无中生有啊，无中生有这样就不行。垦丁大街卖航帆麦就几啊搭，就是无一搭伫咧卖1支300块的航帆麦。也毋过这个老话，垦丁大街单认为会名声臭起，对真无简单，佮变个真热闹的垦丁，恐惊佮互形象大受影响。嘛提醒游客买物件之前，拢爱先问好介绍，介意才佮买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